名台南大学。哦。这一次只能拍3下。
Oh, oh, oh,
跑呢。还有下半局，要下。是你们的天，是我们台南大学。水母英雄记忆前传。哇，真的好精彩哦！果然呢，人都非常精明的感觉。最后的完结篇是不是可以挺进决赛？我们就有机会可以看得到，哇，后传完结篇了哈。那就是。台南。